1957年冬菇嗌米跌價啊，但係經過國陣執政咗55年，我哋今日變到乜撚樣先？你仲信鳩佢？嗱，一個馬來西亞，等我踢鳩爆佢啊！1967年嗰陣，馬來西亞嘅人均收入仲高過韓國同台灣，但係由於國陣同巫統好撚柒貪污，一柒都噏水，韓國同台灣嘅人均收入喺2011年已經高過我哋3倍啊！其實喺1995年，馬來西亞喺國際貪污印象指數嘅排名仲高過台灣同埋韓國嘅。但係今時今日喺183國家之中，馬來西亞竟然跌緊到60名，甚至俾嗰啲乜嘢波茲瓦納、巴巴多斯，屌都未讀過咁嘅國家名嘅，阿曼啦，呢啲咁嘅國家遠遠拋離。仲有喺新聞自由方面，由於國陣長期打壓新聞業，我哋喺179個國家之中排名第122位，竟然東帝汶、尼泊爾、非洲南蘇丹國仲喺我哋之上添。你話真係陀緊衰家嘅。2012年，因為財政管理亂晒大龍，大馬嘅財政預算連續15年陷入開支大於收入嘅赤字危機之中。唔講你唔知啊！自從阿 Chip 哥做財政部長同埋首相到今日為止，我哋嘅國債已經增加到4560億，即係1995年安華做財政部長時嘅5倍，屌你嘅5倍喎！問你驚未先？國陣最誠實嘅部長 Idris Jaga 曾經講過，如果咁樣持續落去呢，馬來西亞實在2019年聽仆街，即係破產啦。到時2800萬個公民，不論男女老少，每人至少要孭16千條數。國陣你今次真係好大歉啊！屌嗱，國家破產有咩後果嘅？聽清楚啊！銀行金融體系散晒 ，EBS 執笠。你嘅棺材本冇撚晒，公務員減薪或者被拖嘅人，國家資產，比如嗰啲乜撚島啊，冚唪唥都要賤賣，經濟活動衰退，基礎建設停工，外資撤離，政府猛咁印銀紙，馬紙變成廁紙咯，貨幣貶值，通貨膨脹，人民購買力低迷。仲有喺阿 Chip 哥擔任首相嗰幾年，馬來西亞係東南亞國家之中外資流出最緊嚴重嘅國家。撤走嘅外資，比如有 Intel、Panasonic 啊，嗱唔係 Panasonic 啊 ，Western Digital， 我哋嘅外資淨流入即係 FDI 啦。今時今日竟然仲差過菲律賓同越南喎，好似郭學年咪要出售啲糖業啊、米業啊，雲頂都滾水過腳啊 ！AH 總部搬到外國，因為貪污同走稅，從2000年到2009年，根據全球金融誠信組織嘅估計。大馬共有1兆700億嘅黑錢非法外流到外國，簡單啲講，真係洗黑錢。嗱，如果以人口比例嚟講呢，馬來西亞洗黑錢竟然係全世界第一名喎，好撚勁啊！其實早在2004年，美國金融嘅巨無霸叫做 Morgan Stanley 就估計馬來西亞在馬哈迪擔任首相期間，因為貪污就令到國家至少唔見咗3800億。嗱，1兆700億。加埋3800億，條數幾咁大啊！如果國陣唔貪污，真係落實民權嘅政綱，俾公務員加人工，廢除南北大道收費站，每年俾老人家派福利金，免費上網 WiFi 唔使錢，嗱咁多着數，唔貪污咪做到咯！1967年1蚊馬幣等於1蚊星幣，但係今時今日啊，屌你老味噶，1蚊星幣竟然換馬幣2個6喎！換句話講，一個馬大畢業生。每個月賺2000蚊，其實仲低過喺新加坡做外勞每個月賺800蚊。屌，真係陰鳩公。根據世界銀行報告，目前大馬有140萬人才外流，即係每10個受過高等教育嘅公民就有2個選擇外流到外國唔返嚟。但係同一時間，馬來西亞竟然有超過400萬外勞喺度揾食，所以話我哋已經變成咗高級人才輸出國、勞動人力輸入國啦。咁嘅形勢，國陣話要轉型，轉乜撚型先？仲有7年就到2020年啦，到時大馬要成為破產先進國或者先進破產國咧？好明顯，國陣已經一步一步帶我哋去河間，你仲信鳩佢？你贈頭俾佢，佢就傻閪啊！你老味啊！你可以俾國陣50年，你點解唔可以俾民權5年啊？懟冧仆街，戒炒翻低各位兄弟！